大家问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过去捌讲过，有人交的是拿头得志，有人交的是观光流弊。这个意思是讲，有人交陪朋友是乐过俗过，有的交陪是正派有头有面的人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德，德爱德，读对应德第4条。读德这是读鼻音，德是禾本科的草木，嘛会当讲是一般德啊类的草木，伊的长幼幼长长，中是空的青色，一节一节，叶啊长长，一边尖尖，另外一边圆圆，会当用来起厝或者是做桥歌。这个文音读做德，同款嘛是第4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剑德。这是禾本的草木，比一般的德啊搁较幼、搁较短。大部分是出现在咱台湾隔海拔的山区，真幼真好食。第二个词读做贵德笋，这是贵德孵出来的笋啊，比其他品种的德笋搁较幼、搁较长。大出的时间是4月到5月，大出的时间因为较短，吃起来滋味小可酸酸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热天真侪观光园区拢会举办德笋主题活动，招大家来体验烤剑笋、食贵德笋所做的好食料理，互大家有食阁有掠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德是鼻音，另外文音读做德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